GTR 33點解成個 GTR 系列入面名氣最細，甚至佢仲被冠上最失敗嘅 GTR 稱號？咁究竟係咩原因造成嘅呢？喺1995年，日本知名節目 Best Motoring 舉辦咗一場賽事，而呢場比賽徹底咁改變咗 R33嘅命運。比賽係由8名日本著名車手同8台熱門嘅 JDM 跑車組成，而呢8台車入邊有3台 GTR 33參賽。比賽嘅過程十分精彩，但係結果卻令人感到意外。3台 GTR 有2台包攬咗前2名位置，但係剩翻嘅嗰台居然係爆尾，單睇個人嘅最佳單圈就已經落後第1名接近2秒咁多。咁同樣係 GTR 33，點解差別咁大呢？難道係車手嘅問題？並唔係，包尾嘅呢台 R33 駕駛者叫土屋圭市，係當時日本嘅一流車手，而佢駕駛嘅 R33原來係佢自己買嘅試手車，而包攬前2名嘅嗰2台 R33係由日產自己部門提供嘅。原來是你在搞鬼呀！賽後節目組仲攞佢哋嚟做比較，發現日產部門提供嘅 R33係經過調校嘅，車身高度同車輪嘅傾斜角度，甚至係 ECU 都有改良。日產嘅呢波操作令車迷對 R33嘅試手車非常失望，對其十分唾棄，甚至將 GTR 嘅熱度都壓咗落去。但係你話 R33呢台車就係最失敗嘅，其實並唔係。雖然相比上一代嘅 R32，尺寸同重量都有所增加，但係呢一代嘅前後比重做咗改良，仲有 GTR 最強武器 Atesa ETS 4驅系統亦都得到咗強化。除咗個名多咗個 Pro 之外，從原來嘅前後輪扭力分配，優化成左右驅動輪都可以進行分配，加強咗攻彎嘅能力，讓佢喺紐伯格林攞低8分01秒嘅成績，比 R32進步咗21秒咁多。可惜嘅係 A 組賽事喺 R33誕生嘅前2年就宣布咗取消，讓 R33無法通過比賽證明自己。其實車手土屋圭市都講過 ，R33肯定係要比 R32更好嘅。基本的に3人と比較したらもう全然いい車に仕上がってるんだから。不過有趣嘅係喺頭文字 D 漫畫入邊，一名駕駛住 R34嘅人物神之腳表示 R33係日產最失敗嘅作品，而頭文字 D 嘅監製又咁啱就係土屋圭市，所以土屋係咪有意表達對日產嘅不滿呢？答案只有佢自己知道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觀點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討論。更多關於 GTR 嘅信息，可以到動車帝 APP 查看。